意粉同埋薄餅係咪你週末最愛嘅美食呢？等我教你將呢兩種美食結合啦！呢款煙肉香腸意粉批，學識咗點整，喺開 party 嗰陣一定可以俾到你朋友驚喜啫！煮滾一煲水，加少少鹽，加入 San Remo 螺絲粉，煮到軟硬適中。撈起放入凍水裡面冷卻，然後擎乾水，將意大利香腸同埋煙肉切粒，用中高火燒熱個鑊，加少少油，加入煙肉同埋意大利香腸炒香，加入洋葱同埋紫洋葱炒到變透明，加入 San Remo 卡波尼意粉醬煮到微滾，加入車打芝士碎。煮到芝士融化同埋醬汁變到結身，加入 San Remo 螺絲粉撈勻。San Remo 意粉採用100%杜蘭小麥做原材料，仲堅持採用傳統製麵方法製造，整出嚟嘅意粉麥香濃郁，煮完之後能夠保持彈性。焗盤放上牛油紙，鋪上酥皮，喺酥皮中間放入螺絲粉，將邊位摺起。形成中空嘅圓形批，撒上黑胡椒、車打芝士碎，掃上蛋液，撒上番西碎，放入已經預熱到攝氏200度嘅焗爐，焗20至30分鐘，直至金黃色。撒上番西碎就完成啦。